昨咱有报道过，台中一对少年翁仔某带着囡仔到彰化溪湖的糖厂去佚佗，有一个生分的小家人活过来，甲伊就会大的查囝抱起来就要走。这个妈妈惊一个，赶紧冲过，甲查囝甲抢转来，马上来报警。这警察真紧就找到这个讲抱囡仔的小家人啊，伊讲拢是误会，伊只是感觉讲这囡仔真古锥，想要甲抱起来翕相，但是让对方无法度接受这个理由，决定要甲告。警带细部的负责人，今日警察局这位负责人伫彰化溪湖糖厂雄雄甲别人的囡仔摸走，对方的家长报警，警方透过监视器的画面找到伊，伊伫昨暗时到派出所甲警方讲拢是误会。在家属的陪同下，主动到派出所说明案情，表示当时只是觉得小朋友可爱，才想抱起。警方讲，这位细部的负责人只是感觉囡仔真古锥，才会想要摸起来翕相，无不良的意图。不过家长无认为伊这是误会，认为伊无讲出事实。相信这个结果啦，只要是做父母，应该都没有办法接受了，还是交由司法，可能要给当事人一个教训这样子。囡仔爸爸讲，负责人无经过因的同意，就甲囡仔摸走。万一若是无发现囡仔犯事就失踪啊，无法度接受负责人讲的理由，决定要甲告。那本件因为家属有提告，那警方部分将以妨碍自由罪移送分署。家己摸别人的囡仔已经违法。彰化地检署照警方笔录的内容，甲细部的负责人照妨害自由罪移送法办，会使罚1年到7年的有期徒刑。